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Reno。咁啊，大家冇見我幾日啦，係咪？因為之前幾日咧就入咗院啦，啱啱出院，咁我即刻同大家喺度拍片啦。因為佢離考 DSE 數學科仲有係20日左右時間啦。我希望嗱，今日開始咧，每日拍一條片，同大家分享你哋要注意嘅事啊。所以中六同學記得跟實我哋呢個 YouTube channel 同埋 IG account 啦。中四五同學都跟實啦，因為你哋將來都要考 DSE 噶嘛。嗱，今日解答一個好多同學都會問嘅問題啊，就係阿 Sir，我平時咧做 past failure 嘅時間，經常見到啲題目咧會問嘅就係 Do you agree? Explain your answer。我唔知點樣答啊！嗱，呢一個問題咧，大家都一定見過嘅喺我哋嘅題目上邊，係咪？咁我首先要同大家去澄清，應該咁樣強調一件事，就係喺我哋 DSE 數學科咧，冇真係用文字作答嘅文字題嘅，唔係完全冇嘅，好少咯，得3條咯。咁但係大部分其他題目咧都唔係嘅，你要知道佢背後想考你啲乜嘢，其實全部一律都係計數。嗱，我哋以2024嘅呢一條題目為例。佢而家問咧個面積會唔會超過100？然後 explain your answer， 其實即係計啲咩啊？即係想你計個最大值咯，即係想你計佢個面積出嚟咯。明明講緊啲乜嘢啊？嗱，再嚟到我哋睇睇2023嘅第11呢一題啊，佢問啊嗰個 range 會唔會有改變嘅？叫你 explain your answer， 其實即係咩意思啊？你有原本舊嗰個 range 嘛喺上面嗰 part， 咁即係叫你計埋而家新嘅 range 究竟係幾多咯？明唔明啊？所以呢啲叫做你是否同意思解釋你的答案。嗱，呢一類嘅問題咧，其實你係要判斷佢想你計啲乜，你只要計到個數出嚟就已經係個答案㗎啦，唔係真係要你用文字去解釋嘅。OK， 嗱，重點嚟啦。中六同學，我哋喺3月31號會有一個 final class 終極一課，到時會用2個半鐘時間睇翻晒所有 DSE 嘅重點，務求幫大家喺最後7日用一個最好嘅狀態去準備 DSE 數學科，將你學過溫過嘅嘢喺我哋考公開試嗰陣咧係完全發揮到出嚟嘅。而中四五嘅同學2個月嘅時間，4月到5月，我哋會有一個 speed 大考精讀班。我哋會用2個月嘅時間，極速幫大家重溫晒全年所有課題，務求幫大家喺大考可以提升2至3個 level，20至30分左右嘅，得唔得？最緊要咧就係由今日開始去到3月24號，我哋有限定5日。呢5日之內報名交學費嘅話，1個人報名1個人交學費。第2、第3同埋第4個人係可以免費報名嘅，即係你4個人嚟只需要俾1個人嘅學費嘅啫。OK。即刻 WhatsApp 95179107揾我哋助手團隊去報名啦！4間分校同埋 online 都有得上堂嘅，各位同學，我哋喺課堂見。